疫情降温的，阁有咱台湾，普遍是伫咧32度到36度，今日三级上界热到39度1。因为过道即个对流真厉害，天气就真无稳定，台南安定县化到来到冰角，也中度风台减气，即嘛是对海南岛甲越南迄个细沙顶东，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。霜啊甲雨一直都降着车，偏偏平平。2时5号热对流影响，台南、高雄甲屏东是上大雨，台南安定、县化甚至是落这霜啊甲雨。不过北部地区敢若是烘炉共款，就连室内风拢是烧的。大台北上悬温差不多拢伫37度以上，三峡更加测到39.1度。气象署提醒，伫偏东风、沉降明显的情况下，这2天也是爱注意这个悬温的情形。偏东风比较偏强，容易出现在高温的区域，也会往平地市区推哦，所以在中南部的这种平地地区，也都不排除有机会来到35甚至到36度的高温。未来1礼拜天气继续稳定，不过中昼前后，这个日头依然是真大，出外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。为好报统计，今年7月到8月2日，全台已经有1068人次因为的伤害就医，也是要真注意。因为这个中度风台减鱼，就正向海南岛甲越南一带移动，对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。以未来的路径来看的话，还是持续的向西，将会通过海南岛南边的海域，再进入到中南半岛越南这一带哦，所以对台湾来讲的话是没有影响的哦。未来几天除了降温，水汽也增加，2日开始，东部、东南部甲恒春半岛开始出现局部短暂阵雨，归南北海岸、东北部甲大台北山区也可能有这个散散的落雨，其他所在是以水分好天为主。不过中昼过了后，桃园以南要爱注意这个局部的雷阵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